備好啊！好啦，準備好啦。 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嗰隻紅月射跳跳咧，淺藍衫啊後佔先嘅，中間黃衫鋭行星啊騎緊啦，兩個馬中間仲有精英奪冠埋變全能勇士啊，最入呢仲有隻極歡欣啊，後多浸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咧呢隻紅月射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鋭行星中間佔先啊，但係外欄位置永福都仲有啊，最入啊有呢隻雀橋飛星追緊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呢仲有隻極歡欣啊，接近終點埋變鋭呢隻咧雀橋飛星上嚟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就鋭行星啊，第3名呢，外欄位置係嗰隻永福啊，第4名入邊臨尾有啲縮步啊，嗰隻極歡欣嚟㗎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雀橋飛星走入邊嘅場地，結果就贏馬，鋭行星就第2，永福外欄第3，第4埋邊係嗰隻極歡欣啊。咁啊結果呢，就前4名全部都係初次上陣。